哎，要吃啥？我有煮面切菜。OK，帮我切一碗小菜包起来。好，要切啥？豆瓜三地，切2苗个卤两好啊。海大，给我切3个，还有帮我切一碗甜面啊。好啊，歹势啊，你等我蒸2碗面吼，煮好，我随甲你切啦。好，啊，你遐小坐者啊。好，多谢。刷落来，要为大家奉上的是爱人的心情。你穿安尼袂寒？你敢一点仔拢袂忘本我？过去我确实捌怨过你，不过迄已经拢是过去的代志。你看起来真无共款。是啊，我已经毋是过去迄个捌世事的阿舍囝啊，人总是会成长的。人生的路途真长，有时平顺，有时坎坎坷坷，过程中总是有缘分的人来陪伴。就亲像囡仔时，有厝边的囡仔伴，读册时要读册同学来做伴。你嘛捌陪我行过一段路，迄段路有欢喜，有痛苦。后来咱来缘分真啊，嘛分开啊。个人有个人的路爱行，个人嘛会拄着甲家己有缘的人做伙行。好，头家，歹势，稍等下。虽然是有着伊。
你的衫，唔免啦，他会较袂惯你。大开全不离，可怜恋花，再会再会就你嘞，拄则大家听到的歌曲是《可怜恋花再会吧》，刷落来，咱要听吴振怀先生所演唱的《暗淡的月》。多谢哈。无论你怎要叫美丽，我已经在为你痴迷。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，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气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我满腹的恨火。今夜又是一个暗淡的夜。连伊安尼等10多年，煞等袂到伊想要爱的结果，毋知会后悔无？袂，只要知影吼，家己是真正去人爱过，就袂后悔。像我就袂后悔啊！我想你一定嘛袂后悔才对吼。阿弟啊，阿弟啊，莫走我边啊！走慢点啊，阿弟啊，阿弟啊，走慢点啊。多谢你。多谢你，恁查某囝吼，足乖嘛足顾水的。你好心嘛，做乖做人道的。多谢。来请妈妈。爸爸呢？对啊。